大家好，我係香有情。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有一日屋企嘅掃地機械人，或者係你最中意嘅智能玩具，突然間唔聽話，甚至將屋企嘅秘密傳俾外人，今日幾可怕嘅呢？今日我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科技安全之 AI 機械人篇。我哋嘅祖國由第一代 AI 機械人至今已經走過45個年頭，特別係喺2020年起，核心重點更轉向人形機械人同埋具身智能。大家有冇聽過 BOLT 人形機械人呢？佢創出咗每秒10米嘅最高跑步速度，呢個唔單止係速度嘅突破，更係代表咗中國已經掌握咗世界最頂尖嘅人形機械人技術。但係點解我哋要咁堅持研發國產技術呢？事實上，中國 AI 機械人一直堅守住兩大底線。第一係守住數據不泄露，第二係確保技術不被外國卡脖子。如果所有核心科技都用外國嘅，一旦人哋切斷供應，我哋嘅機械人就會變成一堆廢鐵。所以堅持科技自立自強，擁抱中國心，係為咗守護國家嘅大腦，唔好俾外人操控。未來呢啲國產機械人將會去醫院幫我哋睇病，去災區救援，甚至探索宇宙等等，成為守護國家安全嘅超級英雄。呢個唔單止係科技實力嘅展現，更係國家長治久安嘅堅實護盾。作為新一代嘅青少年，守護科技安全，我哋唔係旁觀者，我哋又可以做咩呢？其實好簡單，由今日起，保護好自己嘅密碼，唔好隨意喺網上面公開個人同埋公共嘅數據，支持國產科技，因為每一項國產技術嘅背後，都係國家對我哋人民嘅守護。讓我哋一齊守護國家科技安全，令科技為祖國創造更美好嘅未來。多謝大家。